今晚要講嘅故事叫《未曾上映的電影》。呢本書喺2022年攞過荷蘭好重要嘅兒童文學獎金石筆獎。從前有個12歲嘅女仔叫凱特，佢性格好安靜，好少講嘢。因為凱特嘅媽媽已經過身，爸爸成日沉默寡言，終日坐喺梳化上發呆，幾乎唔同凱特講嘢。凱特日日攞住媽媽留低嘅小項鏈，心入面好想知媽媽係咩樣，好想聽佢叫自己一聲。有一日，凱特喺爸爸嘅鋼琴入面找到一張舊舊嘅名片，上面寫住凱樂女士電影院。佢跟住地址去到老街盡頭，見到一間油漆剝落嘅電影院，心入面覺得好神奇，就推門入去啦。入面暖暖地，有個笑咪咪嘅奶奶，住住長裙，佢就係凱樂女士。你係想尋找溫暖嘅係咪？佢把聲好柔，好似媽媽摸住塊面咁。凱樂女士邀請凱特做電影院小助手，仲話呢度播嘅電影外面睇唔到，因為全部都係人心入面最想睇嘅回憶。每位觀眾只要攜帶一張回憶相關嘅照片同一件物件，就能回去想回到嘅嗰段時光。凱特第一份工作就係幫一位叫瑪莎嘅老奶奶。瑪莎攞住一張小狗嘅相，眼淚喺眼眶度打轉。我嘅點點走咗好多年，我好想再摸摸佢啊！凱特就幫佢放映咗一卷寫住瑪莎和點點嘅膠卷，燈一熄，銀幕上就出現咗小狗點點。佢搖住尾巴撲入瑪莎懷度，用鼻子磨佢手心。雨天躲喺雨傘下，腳仔沾滿泥。夜晚又捲喺床邊，呼嚕呼嚕瞓覺。瑪莎睇到又哭又笑，仲伸手想摸摸銀幕入面嘅點點，仲係咁乖啊！放映完，佢緊緊抱住凱特，多謝你，孩子，我終於可以好好同佢講再見。之後，凱特仲幫咗好多其他人，試過幫爺爺重溫故鄉門口嘅櫻花樹，試過幫錯過畢業典禮嘅姐姐睇返同學叫佢名字嘅一刻，試過幫吵架後冇機會道歉嘅小男孩播返佢同朋友放風箏嘅畫面。每一次睇到別人由眼淚變笑容，凱特就覺得最神奇嘅唔係銀幕，而係別人願意分享溫暖。最後，凱樂女士遞咗一卷閃閃發光嘅膠卷俾凱特，到你嘅心願啦！銀幕亮起，凱特見到媽媽笑起嚟，眼睛彎彎，輕輕摸住肚子，唱住搖籃曲。小凱特，媽媽愛你呀！凱特哭到不停，伸手好似真係摸到媽媽嘅臉。媽媽仲叮囑佢要好好愛爸爸，佢只係太想念我，先唔敢笑。凱特返到屋企，見到爸爸又坐喺鋼琴前，手指放喺琴鍵上，卻冇力氣彈。佢鼓起勇氣牽住爸爸嘅手，爸爸，我見到媽媽啦。佢話好掛住我哋。爸爸即刻流眼淚，抱住凱特，寶貝，對唔住，爸爸令你受委屈。嗰晚屋企終於響起咗鋼琴聲，旋律暖暖地，好似媽媽喺身邊。從此，凱特繼續幫電影院入面嘅人，因為佢知道每一個心底嘅願望都值得被溫柔對待。佢亦明白最珍貴嘅唔係銀幕入面嘅回憶，而係身邊嘅人係善良同溫暖。喜歡記得點讚同訂閱我哋嘅頻道，下次仲有更多兒童圖書等大家。多謝。